各位標迷大家好啊，我係 Winner Watch 阿 Ben。今集咧阿 Ben 咧會同大家介紹一隻咧 Omega Seamaster 手錶啊。咁呢隻 Seamaster 計時錶咧，阿 Ben 之前咧介紹過一隻咧 18K set 拿金嘅版本啊。今集咧就介紹一隻咧全不鏽鋼嘅版本啊。咁呢隻全不鏽鋼嘅版本咧個價錢咧就會比較親民啲啊。咁啊呢隻錶嘅定價咧只需要64,800啊，64,800。咁啊折咗落去咧大約52,000蚊左右啦。咁啊非常之抵大嘅呢隻錶啊，同如果相比於呢個 18K 嘅版本啊，咁啊兩隻錶啊唔同比較嘅。咁呢隻錶嘅外形啦，同埋 size 咧，其實同嗰隻一樣嘅，都係有呢個44mm 嘅直徑啦，厚度啊17.2啊。嗱重量方面啦，呢隻就會輕身好多嘅，143個 gram。咁啊機芯方面啦，用咗呢個Chronometer 嘅9900自動上電機芯啦，60小時嘅動力儲存，300米防水啊！嗱，錶圈方面啦，用咗個陶瓷圈啦，配上呢個白色嘅珐琅質啊，跟住然後佢個錶面咧就做咗嗰個陶瓷錶面啦，做翻個波浪紋啊！咁啊喺呢個潛水圈嘅12字位啦、時針、分針同埋呢個時錶位置咧，都做咗一個白色嘅夜光塗層啊！咁啊成隻錶出嚟咧個感覺都係運動感十足啊！一條黑色嘅原裝嘅 Omega 膠帶啦。咁啊配翻個不鏽鋼嘅針扣，左上角咧有個圓錐形嘅撇閥啊。咁另外呢兩個計時的咧都係用咗陶瓷製造嘅。咁啊講多次個價錢啦。嗱呢一隻嘅定價咧就64,800啦，折咗52,000蚊左右啦。咁啊有翻5年原廠保養嘅。咁啊有興趣嘅錶迷咧可以過嚟我哋門市試下。今集嘅介紹去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